眼神戏特别精彩，这个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？如果说我要用几个词语去形容它，我经常说我要用动物去形容它。我觉得它小白兔、大灰狼，还有呢小狐狸。对对对，就是其实我觉得肯定很多跟元宵是相同的，有没有什么经常说我要用动物去形容它？我觉得它小白兔、大灰狼，还有呢小狐狸。对对对，就是来，我们娜娜老师，你对这个角色，其实我觉得肯定很多跟元宵是相同的，有没有什么其实我们排这个新龙门客栈的时间，我给你们唱两句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贾婷的几句自述吧。我心中是马，心中。想问一下陈丽君老师，什么时候新龙门演周淮安？这是可以问的吗？这是可以问的，但是呢，这个问题呢，我可能也不太知道。对，目前呢，暂时的计划呢是还是演贾婷。你贾婷已经看够了吗？没看够，看够了，没看够，还没想到 B1。妹妹她说她抢到 B1了啊，想到我想啊，她想去抢 B1 哦座位 B1，那你加油。跟你互动的那个的角色，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？2个金镶玉呢？对，今天最妙的就是有2个金镶玉，所以我们要先请你开始说。我说什么呢？就是2个金镶玉，我选择谁吗？也可以。没有啊，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角色。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沈杰，爱你们，江湖人称杰哥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越剧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对不起，大家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王小龙，主攻影派小生，然后欢迎大家多进剧场看我们的戏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影派小生陈丽君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现场跟我们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女派花旦李云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希望我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和大家共同努力，一起成长，能够寻找像云霄刚才说的更多不一样的自己。我们会好好的走，慢慢的走，踏踏实实的走，敞开的去工作，严谨的去生活，无愧于心。谢谢大家。